今日是8月15号太阴菩萨生日8月15大家来拜拜大家来恭喜太阴菩萨生日太阴菩萨生日去8月15太阴菩萨恭喜太阴菩萨恭喜万万年太阴菩萨爱保庇大家赚食会顺利赚食会顺利做工会顺利做生意会顺利甲大发大家出入平安顺顺去买车路平安顺顺去甲转鼓励大家读册会高高老的健康少年的逐摆都有贵人帮助太阴菩萨会度人太阴菩萨8月15生日恭喜兴兴旺旺兴发啦